Hello，大家好，今日於中學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四六法嘅手沖方法。四六法嘅手沖方法係邊一個提出嘅呢？就係呢一個2016年世界咖啡冠軍博谷哲先生提出嘅手沖嘅方法。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買呢本書嚟睇下。咁裏邊內容有關於四六法嘅手沖唔同嘅變調同埋一啲沖煮嘅基本嘅方法。OK， 好，咁講一講四六法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四六法咧就係佢嘅意思就係將40% 嘅水係頭呢一兩段，60% 嘅水係後邊呢三段，佢會分5段去落水嘅。每一段落水咧都係60，我哋用嘅份量係20g。跟住每一次嘅相隔嘅時間，頭兩段就係等45秒，後邊去到第四段就會係40秒先至落水，後邊最尾嗰段就要等30秒先至落水。咁一陣我哋會示範一下，咁總水量去到300 ml 嘅。好，咁我哋首先磨豆。你要20g 嘅豆，粗到比平時手沖粗少少。咁我哋今日會用 V6001嘅。好，咁我哋粉已經落好啦，咁跟住咧，水溫咧，我哋今次會攞93度，咁佢都有詳細會講咗，淺烘焙嘅豆就用93度左右，中烘焙就用88度，深烘焙就用83度。咁好啦，我哋嚟第一段煮水，60。好，我哋等到45秒第一段。務求目的咧都係冇話要點樣去要中間啊點樣煮水，佢淨係需要濕潤咗燜清呢一個步驟，濕潤咗所有嘅粉就 OK 㗎啦。前40%係決定我哋嘅風味嘅走向嘅。咁好啦，第45秒第二段煮水都係60，所以我哋去到120，均衡咁煮水就 OK 嘅啦。好，第二段我哋都係等到45秒，1分30秒，等佢完全流完就可以㗎啦。好，頭兩段嘅風味就40% 就已經完成啦，後60% 咧就係咖啡嘅濃厚度啦。咁我哋都係平均60，所以就去到180。一次我哋等40秒，去到2分10秒。好，再落60。
去到240。呢一次我哋等30秒，去到2分40秒就可以注埋最後一次嘅60。total 總水量去到300。好，我哋等到3分30秒，完成呢一個468法嘅沖煮基本嘅方法啦。咁468法嘅沖煮方法有好多唔同嘅變調，咁我哋會下一條片會詳細再慢慢去分析點樣可以令到嗰杯咖啡在喺頭嗰40% 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佢酸甜感去我想甜啲，要點樣去控制？酸啲點樣控制，或者我後邊嗰60% 點樣可以令到杯咖啡可以再濃啲，或者再淡我想清新啲，再淡少少，咁都有唔同嘅變調嘅。下一條片咧，我哋會詳細慢慢去分析一下。好，拎住個杯，我哋就係飲得啦。好，試下味先。一杯比較平衡酸甜感同埋個濃厚度唔錯嘅咖啡，大家可以試下。OK， 好，我哋回顧一下，總結一下今日嘅沖煮方法。OK，468法用咗5次嘅注水，每次60 ml 嘅水量，20g 嘅豆，總水量300 ml。OK， 咁我哋每一次嘅注水都係60。OK， 頭2 part 就係頭2次注水就係40% 總水量嘅40% 就係嚟調出呢一個酸甜感，後邊呢60% 就係調出呢一個咖啡嘅濃厚度。OK， 每次相隔頭2次落水，頭2次落水我哋等45秒，跟住後邊嘅第3次注水等40秒。跟住第4次注水等30秒，跟住先至落最尾嗰次注水。咁 cap 低圖佢啦 ，cap 低圖佢，我哋可以慢慢喺屋企再試下。咁我哋下一條片咧會講一講點樣可以喺468法裏邊可以再變調，點樣可以將個酸甜感再突出啲，或者個濃厚度再喺嗰度調校濃啲，或者淡少少，風味比較清新啲。咁我哋下一條片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468法嘅變調。好啦，多謝大家今日嚟到聽完我呢個468法嘅沖煮分享，記得 follow 我哋，跟住按個鐘仔，得閒多啲上嚟 support 我哋煮沖咖啡。多謝晒，下次見，拜拜。